门大人，你是谁？武名凯威，和门大人的名字一样，都是星辰的名字。你是南玉夫的亲信吧？我女儿在哪儿？我们并没有为难令爱，门大人不用担心。她的病需要吴尚果来救。南玉夫是骗了您不少事情，但这件事却是真的。所以，你是来救吴尚果的？是。吴尚果在您的体内。人为刀俎，我为鱼肉。只是取出吴尚果后，能不能救我的女儿？取出吴尚果之后，你尽可能杀了我，以绝后患。门大人，得罪了。上来了！这怎么可能？曹衍兵明明已经……你们是不是看错了？不会，他的守护灵许褚手里拿着个大铁锤。上山只有一条路，监牢在山腰，北落师门在那里。不知道太尉有没有取出吴尚果？门大人，吴尚果我拿走了。没了吴尚果，您怕是也活不久了。水儿，地狱的火是不会熄灭的，你们会在另一个世界重逢。太尉取出吴尚果，北落师门就会死。区区曹彦兵，翻不起什么浪来。紫薇，你去看一下监牢，把无关的人都杀了吧。你是说那两个女童？还要再做解释，何必这么麻烦呢？哼。天师，你去守一下。若是见到曹彦兵，直接杀了。末将领命。哼，如果你能走到这儿，我还有一份大礼送给你。哈哈哈哈！真是矛盾啊！我
我到底希不希望你能走到这儿呢？哈哈哈哈哈！找我这俩孩子，我去看那猴子。我记得，地狱的火是不会熄灭的。看来，我们都到了另一个世界。这里就是另一个世界。北洛师门，站起来！难道你不想见水儿了吗？他们怎么变成这样了？这是鬼先生给的秘药，它可以稳定他们的病情。水儿，狗儿，不要怕，我们先把药吃了。走，我们去找爸爸。来。爸爸，你怎么了？你的脸，对不起，爸爸对不起你。不怪爸爸，水儿不怪爸爸。无上果一定已经取出，他撑不了多久了。曹彦斌，地狱的火是不会熄灭的。你去找到南狱夫，把他带到另外一个世界来见我。不会死的，爸爸，你要坚持一下，一定有办法的。小玲姐，你还有什么药可以给爸爸吃？你一定有办法的。上次水儿碰到严灵信，信上有字符线。包大人说信要交给白家的主人。白水儿，白水儿是你的女儿，所以你真正的名字叫白师门。那南狱夫找你，就是为了当无上果的容器，这事情必有关联。夏玲，快把信给他。这快点！门将军，门将军，这是明镜村的孙绵写给你的信。你是白家的主人，只有你能收服灵猴，吸取其体内的无上果。难怪南狱夫要找你当羽林界的镇魂将。爸爸，水儿，爸爸对不起你，让你受苦了。不怪爸爸，不怪爸爸，爸爸。猴子，我要到山上找人算账。一起吗？乐意之极。你跟赵信留下来照顾水儿和狗儿，我们找到无上果，就能治好他们的病。水儿乖，不哭了啊，爸爸没事了。啊，
夏灵体内锁心链锁着一个了不起的家伙，好好看住。鬼先生叮嘱我，放心，倒是你，可别挂了。谁让他还等爸爸回来？乖。报！南大人，曹彦斌攻破了监牢，和北洛师门一起打上山来了。 难道太微没有取无上果？你们两个。 命还算硬，想打架就甭废话。他们能打败南渔夫吗？一定可以。痴傻之人偏爱说梦。好久不见，你现在帮曹彦斌做事了？哎，你们认识啊？谈不上认识。 不过现在肯定是敌人了。你去水儿和狗儿那边，这里交给我。那可是他……记住曹彦斌说的话，千万不要召唤李轩辕。啊？我和曹彦斌不一样，对打女人可没有心理负担。哼，那要看你打不打得过了。 如何？你守在这里，该不会想帮南狱夫逃跑吧？哼！你们以为自己是南大人的对手，他只不过是不想亲自动手罢了。你先去找南狱夫吧，他交给我。也好，2对1，我有点不好意思。目中无人。猴子。 别挂！速战速决吧！我还要去找南狱夫。你们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。什么？你们以2敌1，还能与我一战？你让曹彦斌一个人上路，等于分头送死。你还是先担心你自己吧。
哟，第3次见面了。刀金一红，直接亮家伙，不叙叙旧吗？你居然有2个守护灵，没错，杀了我！如果可以，还真不想与你为敌。可惜人各有命。是灵明。按钮。你在做什么？我想帮你砸他，可是，哼，弱智！夏琳姐，你没事吧？你来了，意外吗？哼，虎池旁边的是恶来吗？挺识货的嘛。我只是认出了那对棋而已，没想到你还是个武神区啊！你看起来倒是出奇的镇定嘛。武神区万里无一，的确像真兽一样存在。不过我并不好奇。毕竟，我已经活得太久了。故弄玄虚的话就省省吧，快交出无上果跟林怀之！哈哈哈哈哈！
下一句是不是要说交出来，饶你一命？我看起来像是那么老套的人吗？不过你乖乖的交出来，我倒是可以考虑一下。哼，以我对你的了解，交出来的话，我怕会死得更快。哎呦，不错哦，倒是挺了解我的嘛。不过我更倾向另外一种说法，就是赏你个痛快。死到临头都嘴硬，换句话说，嘴硬的都死到临头。哈哈哈哈！废话少说，召唤你的守护灵，我让许褚跟他打。典韦呢？打你喽。你呢？看着喽。哈哈哈哈哈！我都懒得问你在笑什么。难道你都是用你的笑来掩盖你的恐惧了？谁告诉你我有守护灵了？谁又跟你说我是机灵人了？谁告诉你我只是灵甲军的将主了？难道你跟你的手下一样，都是靠排比句来装逼的吗？哼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听说曹彦兵给你开脑消除了记忆，不如我给你恢复一下。人生梦魇，重现脑海的感觉怎么样？重现完了，再重演一遍如何？在另一个世界里，你依然活不了。住手！你是他的守护灵，李轩辕。
到伤害吗？他是我的守护灵，你不可以杀他。这份大礼，我给你准备了很久。来给大家看一下。 大新快乐！先是杀青啊！天地浑浊，美丽花妖魔，吞噬魂魄，欲望的漩涡。 纵然已有太多的沦为，权力操控下的傀儡，人不甘心把世界交给那些虚伪光鲜败类，抛开虚伪，全力以赴，就算上天从来不分错对，属于灵魂自由的堡垒，是要将它永远守卫，退亦无可退，一身错。 操控下的傀儡，纵然已有再。